再来去印度，印度的新德里26个时举办冬至骄傲大游行，成几啊千人去参加，呼吁爱拍破歧视，因为争取平权。这几年，印度社会对冬至族群的观感已经有咧改变。虽讲印度最高法院伫2018年的时已经甲同性的性行为除罪化，也毋过即马因继续要争取同性的婚姻权。世界拢看到彩色的鸡龟也甲穿伫身躯，也是举伫手的平权飘语，真大声的鼓声，一寡人都伫落来跳舞。26印度新德里这场冬至骄傲大游行，吸引几落千人参加。有的示威民众要求违规工程，因为性偏向，去网络欺负自杀16岁印度少年讨公道。有中学生是讲，伊所读的学校推送打破界线的运动已经有10年啊，即马40多间学校有8000个成员会继续挺冬至。这场游行原来有台湾人参加。古印度并无轻视冬至族群，不过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引进反动律法，改变印度民众的看法。历史一寡印度冬至公开了后，差不多是互赶出家门，也甲面临失业。这几年，印度社会对冬至族群的观感有一寡改变，使得冬至的生活环境比较早有较安全。最高法院伫2014年4月认可第3性。国会伫2019年通过跨性别人士权益保护法，最高法院也伫2018年将合意同性性行为为本来爱判刑10年改做无罪。It's not about marriage, it's about equality. Everybody should have the same right because that's what our constitution says. 今年最高法院的5位法官审理21份请愿书，同时也呼吁公众提高对 LGBTQ+ 的认同，同时提供热线，防止因互人轻视也甲暴力，以及互同志判例会当合开共同考做。不过，就敢若同性婚姻权一直到10月也是卡掉的。It's on its way to being liberal, but there's so much, like it's not even 1% of how much equality we need. Like 99% of society still discriminates against us.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，印度民众对 LGBTQ+ 族群的接受度，伫2013至2019年增加22%来到37%。不过，伫印度教穆斯林甲基督教社区，同志判例也是常常互人骚扰。公司新闻深入报编译。